结了婚又怎么样？结婚了还能离婚呢。帅哥，今天你的联系方式我要定了。可是你怎么这样呢？还有我呀！哎呀，我干嘛？我先要的，我先要的。都别抢了，我都给，一个一个给。OK？ 有没有笔？哦，有。搞定。你老婆的眼神啊，等一下要亲我吗？哦，他爬了一天的山，有点饿了。简直就是母老虎嘛！记得离婚了来找我哦。你也可以随时联系我。好。怎么了？一转眼就没了。哎，别走了，来来来，我背你，上来呀！哟，生气啦？没生气，可高兴了。哎，别装了，来来来，上来吧。我问你，你最后神神秘秘的那句话说的是什么呀？我说，他们随时可以打那个号码来联系我，有问题吗？没有。哎，等等，你知道我留的谁的电话吗？不想知道。司徒硕的电话。真的？骗你是小狗。哼，上来吧。来，我背你。哦，哎呦，疼死我了！刚才，哎呀，顾局长。嗯。这是给我的吗？2克拉的钻戒，